有广告，你看哦，对，可能操作方式要，先把它贴到邮件了，复制，先试试看便条纸。那这里怎么没有复制啊？哦，要在浏览器中开启啊，对不对？针对这个网页的文字的呢，没有办法操作，宕机了。全部选起，复制。哎，结果上面没有看到哎，再一次看，全部选起，复制哦。前面的上面没有复制哎，贴到那个便条纸，真不容易啊，贴到便条纸了，没有反应了，没有办法这样贴哎。电子邮件试试看，转系。哎，奇怪，有复制怎么贴上去没有办法？你看，这奇怪呀。没有办法